新北市这个12岁无做过预防射小女童，真正像人咧讲的天公仔囝。5月初，带做伙3个大人，妈妈、阿公甲阿嬷，一个接一个来确诊。也毋过这个小妹妹，不管安怎快筛拢是阴性。1、2到3个确诊的大人，居家隔离拢已经满期，拢出关啊。小妹妹也是真安全，无互病毒来侵袭。这个快筛是一路阴到底。其实哦，这拢爱感谢伊的妈妈，为了要保护查囝，防疫消毒拢做甲真彻底。这个是一条线，这个嘛是一条线。用死的快筛试剂，过无几工就抬一摆，厝内3个大人拢总确诊。不过这个12岁查某囡仔，就算无做预防射，为5月11抬到5月20，身体就拢阴性。关键就是这项。用塑胶布将客厅架起来，佮用加大甲叶仔来补芳，食饭时嘛要特别注意这点。不但3餐都叫外送，而且妈妈在送餐给小妹妹的时候，一定会戴上手套。等到吃完饭要洗澡的时候，大人洗完一定会把浴室整个消毒一遍，然后隔10分钟再让小妹妹进去洗。伫这个查某囡仔上课的时，因老母是全副武装，挂手笼、喙掩穿护毛甲袜仔，入到伊的房间消毒整理粪扫，防疫做甲正顶真。想不到这几步，佫真正有效。这个家庭呢，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说，他有做上很多的一个隔离的一个限制，而且有很强的一个倾销能量。家庭的隔离其实尽量还是让他单人一室，而且是大部分成员没有被感染去照顾一个确诊者，那会比较容易。这个查某囡仔嘛讲，爱对家己有信心，上要紧的是防疫期间保持心情的轻松。一般一个人确诊，带做伙亲人拢会好围着。不过这摆超强的防疫，和这个查某囡仔快筛拢是阴性，真正无简单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